顶礼拜，无吗？有吧？迄信用国币咱读啥？信用国币咱顶礼拜读啥？尼西亚信经是倒位来的啦？顶礼拜一直连气配合会休，无时间说明啦，所以即马趁这时间紧讲一下。啊，较晚到的就听袂到，我嘛无法度啊吼。我毋知大家有印象，若是牧师洪波就任的时阵，迄议长拢会甲牧师问讲：你敢有承认接受四道圣经、尼西亚圣经，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告别，有无？所以尼西亚圣经，咱当时听到，就迄时。然后迄个内容是啥？咱敢知？顶礼拜咱读过啊，咱较清楚吼。为虾米会改这个？一方面是因为迄本底就是咱教会承认的信用告别，对吧？咱讲咱承认嘛，啊毋捌听过嘛吼。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四道圣经你袂晓背的举手，袂晓背四道圣经，你袂晓背的举手，会晓背的举手。好，拢就些啦吼。所以有些写甲，咱有可能安尼亮就过啊。所以牧师就有在讨论讲，信用告别会当来换一个新的啦，就是咱讲咱承认的，甲检菜拢无读的迄个。吼，然后其实四道圣经是安尼，我讲我相信啥？要讲尼西亚圣经反倒是因为迄时教会面对一寡异端的挑战，然后。因要开始开会讨论，后来讲我相信什么，好，所以虽然较清楚吼，咱来练习一下，当心当声来告别咱做伙的信用，安尼，好啊。若是较我搞无听到我头拄分享的，请你介意分享一下。你讲，咱来读这是有原因的，安尼好无？好吼，好，这时请咱来献信息，151首。咱今日会用主我爱就群体来回应信息，咱做伙来念第一章咯。主我爱就群体来跟我的世间就陪世界。好，第二站是这台语无较好的歌，感觉需要来读一个，咱做伙来用读的哦，预备来。虽然拄着出外无位通歇，见清暗暝大挂，看头迎照，迷茫犹原行无。主，我爱就群你，主，我爱就群你。主，那就共我你。好，咱第二站用唱的，预备来。虽然拄着出国，不会通晓，记情暗暝大挂，挂头迎照。这是请咱讲献到信息303首。主，我要学落你。这今日真做咱做伙吟唱的诗歌，讲主，我要学落你，我真是听你，
歌杯予使你，咱做伙来吟第一章。主歌杯予落你，真心真意，歌杯保养你，其表大权力，归因光你心境。主歌杯予落你，真心真意，对你彼此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这时，咱安静心，准备参悟再去写礼拜。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咱准备心今仔的敬拜，请奏乐。恁就是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做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众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咱三甲来吟圣诗第303首，主，我要懊恼你。会众请起立。
咱会员听咧，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宇宙，一切有欢喜、无欢喜、万美的主。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以伫一切的世界以前对地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地同质同体，万米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小在主玛利亚出世，正对人，伫温柔的好天来。咱变是一个受咱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的第三日我上天，现在第二日的正平，伊要以天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要国无穷无尽，万神相属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当受天光，伊捌先知所话，阮信一个圣公同速度的教会，阮告别一个为天下的洗，阮希望世人搁我来世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是启应文第25篇，诗篇103篇。我来启，会友来应。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
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嘞，因的生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恁拢要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一行伊旨的车使啊，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被造物啊。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咱三工压头来感谢祈祷。听读的天父，阮感谢你，你赏赐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为着阮世间人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洗清阮的罪。既然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是阮的救主，阮就要有福分，成做你的囝儿，享受天顶永远的活命。主啊，伫阮行天路的时，时常信心无够，受到世俗侪事的牵绊。直到偏离主的道路，主爱阮守的诫命，阮做无够业；爱阮行的大使命，无够尽心。求主赦免阮的软正，加添阮的亏难，会当遵照你教示的话来不断向前来跑走。主啊，求你赏赐甲牧师有智慧。开咱伫今仔日的正道培灵专题分享，有圣神甲伊同在，会当看清阮会友的欠缺、教会的需要，互阮每一个人会当重新得到快乐甲圆满，做伙同心为桃园教会、为主的国度来跑走、来拍拼。互阮每一工拢会当活出基督的款式，真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愿主即时安静阮的心，拍开阮属灵的目睭，用基督圣洁的心来到你面前，用诗歌学到你。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你。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三个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8章40节到48节。伫咱的周报后壁面，有哪有台语的汉语本咱做伙来看。耶稣倒转来的时，众人接纳伊。因为因拢咧听候伊，有一个人名做该罗，就是管会堂的，来拍伫耶稣的骹下，求伊到伊的家
因为伊有孤生的查某囝，约略12岁，迄要死。耶稣去的时，众人话客伊，有一个妇人人血流12年，因为请医生加火化了，无一个人会医好伊。来到耶稣的脚脚后，摸伊的衫裙的手，迄流就是子。耶稣讲：摸我的是谁？大家讲无。彼得甲同行人讲：先生，众人逼我夹着你，看着你。耶稣讲：有人摸我，因为我知有权能对我出。有个人看伊藏袂捌，硬硬出来拍伫伊的骹下，当众人的面前讲明摸伊的缘故，甲伊怎样练皮好。耶稣甲伊讲：有个人啊，你的信有救你。做你安心转去，以上愿主赐福，听伊的话，搁行行的人，献诗献歌队，至大主上帝。
正道咱请何造师牧师，今仔正道的题目是耶稣看起来毋是为你来。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会当转来到咱的中间。25、6年前，我伫台湾圣学院3年的时阵，也有受派来到台湾教会来实习，伫遮有真好的经验。参与伫特别较济是伫少年团契，嘛参与伫主日学，其实。迄阵牧师逐项拢互我参与吼，嘛有参与伫圣歌队。我今仔看起来圣歌队的水准真正悬，感谢主吼。今日要和咱分享的题目叫做“过耶稣看起来，毋是为你来”。安尼要安怎？毋知有人安尼无吼？逐摆当咱若拄着啥物款困难、挑战。艰苦、病痛，甚至是困境的时阵，咱拢真期待今仔日来做礼拜的时候，牧师讲的迄篇信息吼，拄好讲到吼，要怎样解决困难、挑战，要怎样哇，耶稣为我医治安尼吼，或者是传讲迄种吼，会当甲咱笑笑啦、安慰啦，会当互咱激励啦的信息吼，甚至吼，迄篇经文吼。会当讲吼，毋免下边人，别人吼搬来做我厝边啊。若今仔日的信息看起来，甲我无啥关系咧。检采有人就会讲你甲看，连耶稣吼都无顾念我，伊拢无体贴咱的软弱啦，伊毋是应该真做我随时的帮衬你。耶稣，你来行去啊！在你的心内，敢若安尼想过吼？耶稣敢会为我来？或者是耶稣敢会为别人来？敢讲我会当听到别人的见证来流嘴烂？今日圣经的这段的记载，检无真明显。耶稣确实毋是为着迄位血流12年的妇人人来的嘛？对无？耶稣的目的是要去医治管会堂迄个挨老的迄个12岁的查某囝。哎呦喂啊，有够哀怨的啊！耶稣吼大细目，耶稣吼敢若顾念伊，无顾念我啦。同款有12哦，即个关键的字，哪会太如无啥共吼？伊是管会堂的查某囝，我是家钱开了的迄老妇人。事实上，当你若继续看圣经，你会发现讲，伫迄个12岁的查某囝，因为破重病来死过我进前，即个迄老12年的妇人已经得到伊的医治啊！若安尼，耶稣敢会为我来？或者是耶稣敢若会为着别人来？兼讲我敢若会当听到别人的见证来流嘴烂吗？如果耶稣看起来毋是要为我来，那安尼代表3项事，咱要做伙来思考。第一，就是耶稣咧呼召你啦，所以。毋是耶稣爱到你遮来，是你爱到耶稣遐去啦。咱确实会当伫福音册的中间的记载，发现着耶稣为某一寡人来，比如讲为着西门彼得的丈姆仔来，也是讲今仔日咱所看的为着挨老的查某囝来，耶稣嘛有为着撒该来，总是你会当发现，搁较侪时阵。耶稣敢若亲像毋是特别为着某一个人来，那安尼，这是咧代表啥？咱来看《路加福音》8章42到44节，
讲因为伊有一个独生的查某囝，约62岁，得要死。耶稣去的时，众人围困伊，有一个妇人人办着12年的血流，伫医生的手里开了伊一切的永生的这个金额，却无一个人会当甲医好。伊来到耶稣的骹只后，摸伊3句的手。所以，如果耶稣看起来，毋是为咱来，毋是特别要来到你遐去，迄就是因为伊咧呼召你，是你必须爱去到耶稣遐去。即位12年迄老的妇人人就是安尼。耶稣是要到街路因兜，耶稣拄伫要前往因兜的路上，伊若设死伫遐继续等待，只是埋怨，甚至放弃，那安尼，伊什么机会哦，都拢无，都不会有。总是依旧来到耶稣遐，互伊对耶稣即位医治者的身上得到医治。咱来看另外一位的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10章46以及49到50节，讲到耶利哥，耶稣和伊的学生以及真侪人出耶利哥的时，有一个咧共分做乞者的青面人，是底麦的囝巴底麦，坐伫路边。耶稣就徛咧，讲叫伊过来，因就叫迄个青面的对伊讲，放心起来，伊咧叫你啦。即个青面的就迄落衫跳起来，行到耶稣遐去。耶稣对咱的呼召，并毋是讲小等一下，有一天我要去你遐，是来跟对我。每一摆当你来参加礼拜，来教会聚会，毋知咱是抱着什么款的心态。非伫今仔日的信息吼，甲我也无关系啊。牧师吼根本就无了解我，耶稣吼根本就袂为我来啊。敢会是即款心态？其实伫福音书的内面，咱一直看见着耶稣启示伊家己是我是啊，我是绝对的存在，伊是一位我是的上帝。每一个我是，拢是呼召。拢是咱必须爱来到耶稣遐去经历。比如讲，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米粮，还是讲活命的饼，到我遮来，就近我的，决断袂夭；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嘛安尼讲。耶稣佮对众人讲：“我是世界的光，跟对我的，就无伫黑暗中来行，的确要得到活命的光。耶稣是活命，咱必须爱到伊遐去得到活命。耶稣是医治，咱必须爱到伊遐去得到医治。耶稣是世界的光，咱必须爱到伊遐来受光照。所以，耶稣敢是到咱遮来的？毋是啦，耶稣是呼召咱去伊遐的啦。所以，耶稣世事看起来毋是为咱来，迄是因为伊咧呼召咱，咱必须爱来到耶稣遐去。世事耶稣看起来毋是为咱来，第二，安尼迄就是伊咧操练咱，咱必须爱赢过一切的阻碍，咱必须爱赢过一切的阻碍。路加福音8章42到44节讲，因为伊有一个独生囝，约12岁，得要死。耶稣去的时，众人围困伊，有一个妇人人患了12年的血流，伫医生的手里开了伊一切所有永生的钱，却无人会当医好伊。伊来到耶稣背后，摸伊3句的手。
咱来思考一下，对伫一位迄老12年的妇女来讲，要到耶稣遐去，有容易无？无容易。为怎样？第一，因为伊一定非常虚弱啊！你甲想，迄老12年，毋是12天哦。今日伫遮吼，阮太太无伫边啊，偷偷仔讲，伊若逐个月迄来的时候，我拢知影伊来啊。因为安怎，人会无啥爽快，再有看直播无，我毋知。介虚弱，啊！你甲想12年呢？第二，伊必须爱软过下客的证人。你感觉去安尼百货公司周年庆，哦，下客的证人，迄门一个拍开吼，人啊撞入去，赶紧化妆品啊、保养品啊，迄大声拢看好势啊，赶紧要买。啊，你免哪甲人争，因为我捌去甲人争过啊。我读大学的时，有某一个即个百货公司，讲头前500位吼，讲有2000块的折价券，我欢喜讲去排甲呢吼，结果折价券是啥？你毋知？就是你爱买3000块，才有折100块，我拢无用着。迄 AK 的证人看偌济，啊一个遮虚弱的妇人人，免哪甲人争？第三，伊必须爱赢过负面的情绪甲自我的控告啊！你甲看，我艰苦12年，啊耶稣也无为我来，啊耶稣要为迄个妇人人来，啊我吼，啊拢一直安尼无法度去到安尼连要进入圣殿都无法度，因为我为迄老安尼伫当初时，互人讲叫做无洁净啊，有真济负面的情绪甲自我的控告。有太侪代志会当阻挡伊来到耶稣面前，其中一个阻挡叫做为什么？为什么耶稣毋是为我来？为什么耶稣互伊机会？为什么我着爱迄老12年？啊，你即摆咱甲想，人上界大个问题。就是安安掠掉，为什么唔肯放？事实上，为什么袂依伫你，袂偷放你，反倒当会成做上界大的阻碍甲赢对了？为什么人来问为什么？迄个背后就是认为上帝无公平的意念。如果圣经内面有一个人，毋知伊会安尼问无？为什么我拢75岁啊，却无囝，啊，搁着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迄人什么人？阿伯拉罕。为什么我的兄哥要甲我害？啊，搁甲我卖去埃及？啊，我的祖庙搁陷害我？啊，甲我下伫监狱内面？什么人？约瑟。为什么阮规暝着我啊，讨拢无比着？为什么我生来是痴迷的？啊，我的名阁受称作巴底麦？巴底麦的意思叫做垃圾囝呢？哪会人会叫即款名？啊，我会当甲人分做乞者？为什么？为什么？我的未来是爱伸出手，互人甲我束这个下腰，甲我带到无愿意去的所在。啊，那伊咧，迄个人将来要安怎样？西门彼得，真侪人上界大的阻碍叫做为什么？逐摆若看到别人有好的代志发生，就为什么？逐摆若家己的困难较久长，就为什么？逐摆若所有发生的代志无合咱的想法，就为什么？啊，你姊妹，咱所需要的其实毋是一项互咱满意的讲法，因为咱永远都袂满意。咱拢感觉迄拢咧解说，迄拢咧讲，
咱所需要的，其实是将家己带到耶稣面前，寻求医治。若是即个负责人来讲，伊是爱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医治。圣经的内面有记载真侪得医治、得透棒、受改变的原因，拢是赢过阻碍。咱来看几位的圣经，马可福音2章1节到5节，即讲过了无偌济日，耶稣又搁来到加百农，人听见伊伫厝内，就有真侪人聚集，甚至甲门前拢无空地，甜塌塌。耶稣就对因讲道，有人带了一个变衰爷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甲赶来，因为人坐甲无法度进前，因就做一项代志，将耶稣所徛的迄个厝拆厝顶，既然拆通啦，就将迄个变衰的连伊所倒的铺仔拢随落来。耶稣看见因的信心，就对伊讲：细囝，你的罪得到赦免。遮济人要来，伊无讲，我太着爱变衰，无法度行路。我想要来啊，佫遮尔济人拢无听心，拢支支伫迄内面外面，拢无位通行。因赢过迄个阻碍，来到耶稣的面前。马可福音10章46到52到52，伫咱拄仔有了读着，讲到耶利哥，耶稣含伊的学生，以及真济人。要出耶利哥的时，你知影哦？到耶利哥要出耶利哥，意思是耶稣要赶紧要过啊！耶稣毋是要来耶利哥的，耶稣毋是要为即个人来的。则讲有一个咧共分的乞者，伊是一个青面的，是底麦的囝巴底麦，坐伫路边，伊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话讲：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真侪人责备伊，毋准伊出声，伊却安怎？好啊，卖啊！咱卖花啊！咱做青面哦，共分哦，分遮久啊，分甲嘛有心得啊，分甲嘛有创意啊，会当用唱的，大老爷，大老爷，会当用哭的，大爷，分一个拢会使不要紧啊。反正耶稣毋是为我来，无哦。伊讲伊阁抑发大声喊话，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停脚讲叫伊来，因就叫迄个青面的对伊讲放心起来，伊叫你啊。青面就迄落衫跳起来，行到耶稣遐。耶稣讲爱我为你做甚物？青面讲列波尼啊，就是先生，我爱要看见。耶稣讲：“你去吧，你的信有救你啦。”迄个青面随时看见，就伫路上跟对耶稣。有啥物是阻碍你来到耶稣面前？是一种为什么的心态嘛？还是莫安尼遮热心？我看其他人也无安尼，咱伤热心，检察人会讲咱热过。咱伤热心，检察人会讲安怎？我会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因为我迄阵着啊大箍，你若25年前有看到我吼，我迄阵着啊大箍，人拢叫我小熊。我其实是算对信仰真认真哦，逐工会灵修吼，逐工会祈祷的啦。我拢互我的室友甲我踢球，伊拢叫我 Holy Bear。小熊是 bear， 拢加一个 holy bear，holy bear 敢是好听？毋是，伊咧甲我踢球。我迄阵拢，我读基督书院，拢对即个干豆爱骑乌多摆去甲淡水教会做礼拜。伊拢讲你态度，你骑远远哦，这山顶遐度有一个小小的教会，你着去遐做礼拜就好啊。拢甲我踢球。拢讲我热狂啊，讲我 Holy Bear。
我有一阵嘛了啊的，安尼感觉压力真大。我感觉安尼，尤其是寒天的时，你知影要徛倒摆，惊淡水吼，你拢会想讲啊无莫去。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啦，穿雨抹啦，穿雨衣，真正有效。有效。迄风吼袂灌入来。我若迄阵无安尼，我今仔日可能袂做无事。我若迄阵像我的同学安尼，为着安尼无爱安尼互踢笑，我就清清采采面对我的信仰，甚至是有去教会无去教会拢袂要紧。那安尼今仔日无今仔日的我，所以咱要赢过所有的阻碍，咱是一定爱要来到耶稣面前。第三，如果耶稣看起来毋是要为你来，安尼是啥物意思？安尼代表伊咧教导你啦，你必须爱带出信心的行动。你讲有一个负责人犯了12年的迄老，伫医生的手里开了一切永生的钱，拢无人会当医好伊。伊来到耶稣的脚正后，摸伊的衫具的手，迄老随时就停止。耶稣讲：摸我的是治罪，这人拢无承认。彼得甲东行人拢讲：先生啊，众人哦，下客挖着你，甚至有古早的圣经翻译讲。你搁问我的是治罪？耶稣讲，总是有人问我，因为我感觉有关联，对我伸手出去的。迄个妇人知影袂当稳重，就摇摇出来，趴落伫耶稣的脚前，将蒙伊的原因，甲怎样随时得到好，当众人的面拢讲出来。耶稣讲，查某囝。你的信有救你平平安安去吧。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这位犯了12年迄老的妇人人，摸耶稣衫具的手啊，迄个时就有能力、有关联，对耶稣的伸手出去。这个妇人人的迄老随时就停止。咱来想几个问题：第一，他毋是即个妇人人去叫住耶稣，去叫耶稣。耶稣毋通走，我有真有需要，我破病真久啊。那毋是，也是讲，那毋是伊去掠耶稣，去到耶稣的后壁，甲耶稣掠来讲，我无要互你走，你无甲我医治袂使走，也是讲去揪耶稣的头鬃。我是毋知耶稣是毋是留长头毛吼。耶稣可能嘛真有可能无留长头毛，咱毋知，因为咱看拢西方的吼，拢看像迄阿多啊呢。耶稣毋是西方的人，伊是犹太人。伊为怎样乃是摸耶稣衫具的手，衣裳穗子衫具的手，为怎样乃是这？咱来看47节，这个妇人人知影袂当稳重、稳满，就摇摇出。来趴落伫耶稣的脚前，将蒙伊的原因，甲怎样随时好，当众人拢讲出来。所以才甲咱讲，讲即个妇人人会蒙耶稣的衫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伊有蒙伊的原因，伊毋是黑白蒙，毋是要掠耶稣掠无着，蒙着耶稣衫具的手，毋是，是有原因的。我互咱来看参考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9章20节到21节，现代中文译本是安尼翻译。伊讲有一个妇女犯了12年的血漏，伊行到耶稣脚正后，摸一下伊外袍的三角衣角衫具，心内讲，伊心内想，只要我摸着伊的衫具，我的确要得到医治，我的确要得到医治。事实上，这个妇人人所做的，是一个信心的行动，表明伊相信圣经的应允。讲圣经就有应允，摸衫具的手会得医治，敢有这款应允？有哦。咱来看
马列基书古约最后一卷小先知册马列基书4章20，讲总是恁敬畏我的名的人，的确要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伊的光线。这个光线其实翻译做光线，原文是伊的翅骨啊，它的翅膀有伊伫的关联，恁要出来，条条亲像条理的肥的牛啊。事实上，伫新约圣经讲，伊望到耶稣3句的手以上穗子，原来意思是翅骨。衣裳翅膀，衫的上下面，亲像丝仔，亲像剪仔的丝仔安尼。迄个衣裳的翅膀，这就是马列基书的预言，讲其翅膀，伊的翅骨，迄光线，翻译做光线，迄个字是翅骨，有伊伫的关联。所以其实伫即个所在，你甲咱讲啥物？讲即个迄老的妇人人，伊第一，伊相信耶稣就是公义的日头。哇！当耶稣出现，公义的日头出现啊！伊毋是普通人，伊毋敢若是一位教即个圣经的先师那定，伊毋是经学书，伊毋是遐的宗教人士。伊是公义的日头，伊是以色列的望啊！这第一，第二，伊相信耶稣的衫的翅骨，迄个手有伊伫的关联。伊的信应该是伊伫妖袂迄老进前12多年前，伊也有机会去到圣殿。所罗门的走廊，也是圣殿什么所在，也是会堂什么所在，去听见有人读圣经。因为逐摆若聚会时，拢有人会读圣经，有读过即个圣经，伊甲暗念记条条，伊深深熟悉。后来，当伊遇到迄老，伊就无迄个机会。去到公众的场所，去到会堂，去到圣殿，因为伊会互当作无洁净，袂使去，伊就无机会，搁听到圣经，搁听到旧约，所以伊一直记牢。伊的信，毋是伫头壳内，伊的信是透过行动来表达出来。所表达出来是啥？就是到耶稣遐去。所表达出来是啥？赢过一切的阻碍。所表达的就是去望到耶稣3句的手，就产生出有关联对主的心中出去。伊伫即个所有的医生拢医袂好的12年迄老的妇人啊。兄姊妹，最后容阮我问咱大家一个问题：为怎样人乃请期待耶稣到你遐来？咱乃常常期待就是耶稣，你爱到我遮来啊！耶稣，你爱为我来啊！若是咱所有的思想，就是你爱为我来啊！啊，你爱顾念我啊！啊，你爱疼痛我啊！啊，你爱甲我笑笑啊！啊，无输你即礼拜讲着爱为着我讲啊！啊，即个世界的迄个对屏东来迄个，啊，讲着嘛爱为我讲啊！啊，无啊，拢邀请你远来啊！你煞免为着我讲一遍啊！咱若即款想法，真有可能咱的背后减是一种无行动、免突破、停留现状、等待新热的错误的心态。其实真侪人来做礼拜是安尼，我都免行动，我嘛免突破，啊，我就留伫原位。
啊，有一天神迹会发生，啊，耶稣哇，惊一个神迹，啊，我就。咱来看，最后看几个圣经在，来看几项即个好的部分。来看伊丽莎，列王记上卷19章20到21节，讲伊丽莎就离开牛，走到伊利亚遐去，甲伊讲用阮我大先甲爸母斟水，然后我要军队你。伊利亚甲讲你转去，我你做甚物？伊丽莎就离开伊转去。杀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互百姓食。哇，甲所有的牛拢处理了，然后就起身军队以利亚服侍伊。伊无咧等咧做下一任的先知，伊甲伊的过去所在境，伊有一对牛啊。伊并毋是杀一只牛，伊杀一对牛，佮甲套牛的器具当作柴烧，煮肉，互百姓食，无要行回头路。咱来看西文，路加福音5章5节到11节，西文讲先生啊，阮规暝着无讨拢无啊，总是遵照你的话，我就盼望信心的行动。因一个拍梦，就苦调真济鱼啊！迄个梦虾米离开，就呼叫另外一只船顶的东岸来帮衬。因就来将鱼啊缀满2只船，甚至船都要沉落去。西门彼得看见，就拍伫耶稣的骹前，讲：哇，遮好康呢！你惊神者呢？哇！我毋是讨一只船的鱼，是2只船的鱼啊！哦，但如今吼，我会安尼吼，奉献你几只鱼啊？敢是安尼？毋是呢。讲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伊甲一切同在的人，拢真戆影这一个拍梦所讨到的鱼。伊会当伴西比太的囝雅各约翰嘛是安尼。耶稣对西门讲：无得惊，对答了后。你要得到人，后壁即句话上重要。因将2只船划翻，放下所有，对耶稣无简单，因为规暝着嘛，讨拢无。迄款的内面的白目、污浊、硬、正人的眼光，即马好不容易，我2只船啊！哇，应该来夸口评捧，无呢，将遮的拢完全放下军队。所啊，今日我甲咱分享的圣经，咱看见着耶稣其实真正毋是为着即个妇人人来，耶稣是要为着街路的12岁的查某囝去的。总是，那世俗耶稣毋是为咱来，代表3项事。第一，就是伊咧呼召你，今日就算讲咱来到这礼拜，耶稣嘛咧呼召你，毋通干那来到礼拜堂，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面对伊，将咱的性命交托伊。第二，迄就是耶稣咧操练你，你着爱赢过一切阻碍，亲像即个妇人啊，赢过所有身躯的痛痛、软弱、下气的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嘛爱赢过所有的阻碍，所有人的言语，特别咱中间有第一代信徒，真有可能厝内嘛会互咱压力，毋过咱爱赢过所有的困难甲阻碍。第三，耶稣若毋是为咱来，就是伊咧教导咱，咱必须爱带出信心的行动，大声相信伊，掠掉伊，军队伊，用过去个别来过一个军队耶稣的3到暗头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
所以上耶稣敢真正，你毋是为阮来，所以上你是为世间人来，你为阮降世，真做人，做阮的兄弟，行过人生，你事实上完全了解人的人生所会拄着面对种种的困难、挑战、逼迫、拒绝，甚至排斥，你完全了解，所以你就是迄位并非不能体贴阮软弱的主。总是你搁较要紧的，是爱阮跨出去，踏出行动，告别过去，面向耶稣，继续跑走进前，来到你的面前，再来跟对你，求你帮助阮，互阮的生命越发受到激励，阮拢会当来到耶稣你的面前，阮拢会当赢过一切阻碍，阮拢会当带出信心的行动，互阮一世人跟对你、敬拜你、服侍你，成做耶稣你的学生。感谢主，听阮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这是来吟圣诗第151首，主，我爱就近你。会众请起立。
车坐，一起来奉献，请苏一玲认真女执事来实现。将车起立。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的听读，互阮搁一届自集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求主你引带阮，互阮会当欢喜跟对耶稣。今仔日众兄弟为着教会圣工奉献淡薄，求主感纳。阮安尼甘心祈祷，是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非常谢谢。伫薄荷的大省，咱三角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摆，我先读1摆，做伙读2摆。耶稣甲伊讲：“负人人啊，你的信有救你，做你安心转去。”路加福音8章48节，请。负人人啊，耶稣甲伊讲：“负人人啊，你的信有救你，做你安心转去。”路加福音8章48节，耶稣甲伊讲：“负人人啊，你的信有救你，做你安心转去。”路加福音8章48节，咱先开第二，咱后尾办，咱第二场是培灵会吼，请咱大家拢做伙留落来吼，小组暂停啦吼。3月15后尾拜的侍奉的人员，请咱家己来看吼。周间的聚会，咱家己来看。主日学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咱家己来看。第2小组的聚会甲奉献明细，咱请家己来看。奉献明细若有对的所在，请到办公室来接触。第3本主日欢迎各教师牧师前来本会正道甲带领培灵会，邀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参与，共同造就。
咱今仔日9点台语礼拜，11点煞接11点培灵会，下晡1点有敬拜和乐的专题。咱拢伫地点拢伫咱即个4楼的礼拜二，因为第2堂的聚会是培灵会，当日各小组聚会暂停一摆，请小组员踊跃来参与。下主日，台南新人院奉献主任欢迎洪克安牧师前来正道加报告，请为台南新人院的事工关心来倒奉献。行政部会伫中昼12点半6楼办公室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财务部会中昼12点半伫701的教室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教会消息，奉献事项的提醒，请兄弟奉献的时，一定爱将奉献袋用正楷来书写即个全名，并注明奉献的项目甲金额。若无写人名，就归入去迄个有字的奉献，请伊伫当天来接续的重有的作业。115年度第一次的入学金申请，要申请的同学将成绩单影本，甲相关的物件交到6楼办公室，到3月29来截止。以后续的审查。第三，6楼晚会的整理通知，因为6楼的晚会将要进行新的规划，请有囥伫遐的晚弟兄姐到6楼副堂来认领。过期无认领的，就是由教会来统一处理。第四，好好来读圣经的查经班、约翰福音实体上课讲师黄文英老师，时间是3月24到9月22，下晡3点到5点半，隔周2的上课，共13堂。地点是701教室，用这个右边的QR code 具体消息，本会创素年姊妹伫3月12 9点，罗德园区来进行树种的礼拜，请安慰遗族并代祷。其他消息，桃园合作社李干事会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701教室来召开，请李干事出席参加。下面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咱今仔日真欢迎德肇新牧师来到咱中间，事实上，德肇新牧师也邀请甲伊教会的昌贤传道伫咱中间，所以我要请因拢徛起来，互咱来拍鼓来道谢加欢迎，多谢。昌贤传道伫楼顶啦，来协助今仔日的整个礼拜 PPT 的放上，请坐不用客气，多谢。咱爱真多谢德肇新牧师来到咱中间，伊伫26年前伫咱的教会做实学生，上时这边转来嘛是算讲回娘家，毋望德肇新牧师因所做会当真正做上帝的教会真好的激励甲祝福，愿上帝帮助夫妻，也互和平教会伫屏东所做一尽亨通。这是头一项。第2项要大家补充报告，就是这个3月12号，假使咱也有走去路德4名园区真歹势，毋是9点，是8点半要举行树葬的礼拜。我毋知影这个9点对倒来因为无老问是8点半要举行树葬礼拜。假使咱也要去，总是因为这主要是家属，所以欢迎咱大家
为着一家以及为着这上尾的固定的礼拜来祈祷。第三代志要大家歹势，就是今年阮有进行生日的庆生，所以阮会准备一张手所做的这个卡片，总是真歹势，因为咱教会人真多，每一礼拜所准备的这个生日卡片吼，才会当准备一礼拜份啦吼。所以咱刷落来，即礼拜的生日的兄弟姊妹，请即礼拜生日吼，请来咱的办公室摕。真歹势，因为阮无准备迄个搁落去，所以3月底中旬以后的吼，请后礼拜下来摕啦吼。所以一礼拜，阮会当手写会当真正会当庆生，所以要拜托咱大家，详细就是进前已经写好，咱也有去办公室讨无吼。真歹势，是因为阮无啥下晡写这个生日卡片。但是不管安怎，阮毋望会当伫特别的日子，甲咱做伙祈祷。所以写这个生日卡片有一个要紧的代志，就是咱爱会记即上帝创造以及咱出世的迄日是特别的日，伊是咧纪念咱的性命。所以透过安尼，咱来庆生，相时会记即上帝甲咱做伙伫地的过程。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的教会日日换新，就亲像今仔日个赵新牧师所讲的，时阵咱确实会感觉，介先主耶稣无为咱来，其实毋是哦，有可能迄是一个邀请。愿上帝帮咱，互咱受邀请来到主面前。做伙来吟上行第391首《俄勒天顶主宰》，非常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读歌。Thank you.
平安礼，咱请头前后壁，哦，平安行动，平安，耶稣听你，付出行动。